民国91年，在湾港的南区湾里抽水站经过基础更新、提升稳定的运转以后，抽水量会当达到每秒19.8吨。加上搭配气球抽水站，对着地势较低湾里气球社区，会当有效防止中水。市长委托李子拉赫嘛亲自到场听出简报，同时启动抽水器运转的功能，并实地到水门观看抽排状况，表达满意。让台风不要进来，但是台风进来的话，影响的话，希望能够经过尤其到明天27号的下午会达到满潮段了，所以说我们希望如果说台风来的时候，风雨最大的时候又碰到满潮段，我们会比较担心。因此呢，抽水站的整备特别需要确保这个抽水基建的机组的妥善率。那也希望能够对于真的适时发挥起这个保护民众这个生命财产的作用。如何确保风台期间的风险？水利局强调，目前全市499台移动式抽水机，甲60座抽水站拢已经完成巡查加气运转，依照标准作业流程正常操作，为风台全力以赴。台南市的整个防汛一个准备，包括我们的移动式抽水机及抽水站。抽水站总共有60座，移动式抽水机有499台。那经过我们逐一的盘点，妥善率是100%。另外就是针对滞洪池的部分，滞洪池总共有58座的滞洪池，总蓄水量是1100万吨。其中台南市的部分有22座，总蓄水量是600万吨。为了考量南区湾里气球地区也有强降雨淹水风险，预计明年也有一座30 CNS 的抽水站要完工，准备投入防汛作业。台南新闻管制蔡云报道。